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新年好！朋友们，我是来自浙江卫视的大伙儿的老朋友，浙江卫视的庚生，大家新年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邦华越剧团的李敏。我是来自浙江越剧团的王冰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多位越剧名家齐聚越剧的故乡，同唱一台戏，为大家献上一台星光璀璨、流派纷呈、行当齐全的越剧名家演唱会。这是越剧故乡传承越剧、弘扬越剧的一大盛事。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呢，有来自浙江、上海、南京，同时呢还有福建的各地的我们越剧的名家，同时呢还有我们大家能欣赏到的，就是有花旦、小生、老生，他们今天呢将一一登台亮相，和大伙儿见面。介绍到这里呀，我想台下的观众早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庚生大哥啊，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演员会是谁呢？今天第一位登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一位演员，他就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李小旭。好，小旭，有请。小旭我熟悉啊。小旭你熟是吧？他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的得意门生，他还在全国得过红梅杯的金奖呢。好啊，那么今天呢，他为大家献上的这一段呢，也是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回18。来，掌声有请！有请李小旭。李小旭。小溪，我今为你抚摸掉脖子啊！
曾经比喻樵夫为七八撒旦，故一山又一山，应到了黄山。他说道：“家有牡丹等我看。”我说道：“哎，路远迢迢真来盼。”下了山到祠堂，他说道：“水里鸳鸯两人伤。”我说道：“哎，配鸳鸯配鸳鸯，不嫌你云淡不是雨蒙当。”古祠堂见条路，他说道：“你两兄好比是爱与我。”他说道：“桥上这女为女郎。”他说道：“张内王琼，哎呀老红妆。”过了账，进一口气。他说道：“一男一女笑盈盈。”我说道：“哎，愚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为何将我比女人？”过了京到土地堂，他说道：“家务上偏要加两兄长。”哎呀！夫一当，女儿一当，上来到官迎啊当。他说道：“观音他是来来做，来，我与你两兄好拜堂。”我说道：“哎，眼里一色越荒唐，一个男女分拜堂。”对吧？他一张张与我猜不透。他说道：“对女弹琴，苦叹两兄啊，本儿是女。”眼前已是长银台，在上顶上亲口许九妹，想不到九妹就是做一台。
不过6旬，身患重病，却只身在外流浪街头，是肆意的驱赶，还是他的负气出走？他把我现在把我甩开，我又没有钱。当承诺遭遇困境，黄昏爱恋又该何去何从？那我怎么治疗呢？我卖房子好不好？我用了几千块钱把钱到手就不拿出来，要点骗你。揭开真相后，2个家庭能否抛开过往，成全2位老人的幸福余生？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星期一晚上7点30分播出的《心动7点之故事会》。时时引领望天漠，何处青山是月中？这里就是平水，峰峦如聚，千山叠嶂，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迈过桃叶岭古道，古窑深深，赏过绿林竹海，竹叶飘飘。若夜兮，碧波涟漪；日柱岭，岭阶逶迤。平阳四宇，青山苍茫；云门四季，古道弯弯。作为省级中心镇和市级小城市，平水镇立足生态理念，发展高效农业和生态林业，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平水镇大力发展服务业，平水的休闲旅游和农庄产业已经成为绍兴南部的翘楚。而随着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开工投运，平水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经济活力十足。如今的平水中心城镇，一条条通衢马路贯城而过，一家家大型商场临街而开，一个个精品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一处处现代公共服务设施开张投运。迅速发展中的平水将以全新的状态、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举措，以打造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绍兴宜居乐业后花园为目标，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一往无前，在郁郁苍苍的会稽山腹地再造一个现代版的郊县大城。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斛。1.2亿年的自然缔造，雁荡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悬崖峭壁间生长出优质的铁皮石斛。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斛。酸奶，一级乳业。横风踏东山上，红色高粱做女了。正宗的山芋来酿造，女子女味好味呀道。还有口叫管好，要喝就喝。那横风踏个东山。买好酒，买饮料，买零食，买生鲜，新年快乐！买年货就上苏宁超市。为你而省，苏宁易购。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英俊潇洒的小生啊，温柔这个美丽的花旦呢，在我们越剧舞台上呢，可以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哎，我说这个黎明啊，刚才的这个小旭为我们演唱了，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来欣赏一段花旦的演唱？你觉得怎么样？非常好。上海呢是越剧的发祥地，上海越剧院中呢汇集了众多越剧流派创始人，而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就是越剧京派创始人金彩凤老师的得意弟子，越女争锋金奖获得者樊婷婷。好了，那么朋友们，接下来呢，樊婷婷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毕义专选段《归宁》，来，掌声有请樊婷婷。
亲生来娘亲遇上一段总好商量。女儿撒雨始作错，娘啊，你也肯来原谅。女儿嫁到王家子一那不谁好，真比得当上母亲。我父亲3岁也恩爱，真比得亲娘。你能知儿童养，父亲生我儿在牙苦，还要还你娘亲少教养。娘啊娘，你今日放儿回家去，到来日我双双对对来望亲娘。陆续呢，我们的明星们呢就一个一个的登场。今天你比如说，刚才已经有咱们江苏南京，还有上海的越剧演员呢为大伙儿演唱。哎，我想起来了，李敏啊，你是福建芳华越剧团的头儿啊。这个接下来是不是你们福建芳华越剧团得给大伙儿表演一个节目了？您说对了啊，当年啊，芳华越剧团的创始人尹桂芳老师为了弘扬越剧事业，依然放弃上海的优厚生活条件，来到福建，播下了越剧之花的种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芳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将前辈的理想坚持了下来。所以今晚的新年盛典上，芳华是一定不会缺席的。跟我们介绍了那么多，着急呀！那么你们接下来要给大伙儿表演什么节目呢？快说呀！今天代表芳华越剧团登台亮相的是国家一级演员、粤女争锋金奖得主、优秀的影派传人陈丽宇。哇，陈丽宇，对，我们团的第6代影派传人。那么今天晚上为观众朋友们带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沙漠王子》中的算命，请欣赏。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请出陈丽宇为大家演唱《沙漠王子》选段《算命》。谁无情儿心
有梦不能穿。小姐开眼叫声好小姐，王子的命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喜上皇宫好子弟，父母中哎是珍宝，亲丝玉佩做表亲，玉佩上什么王子是不是？现在还是永不移。真王十子多怀劳，谁知平地风不起，爱那半点早不应，一家过着不分离，是娘忠心举王子，他从宝剑之下逃出去，光阴岁用一过，一季过去又一季，王子长人到17岁，上海漂才考不义之中与公子，公子的芳名悄，已离。14世纪容易得胃病的，胃酸反胃，隐隐作痛，不舒服是经常性的。金奥康这个药啊，一天一粒，管24小时，药效长。金奥康只需1粒，24小时帮你长效治胃病，一天只要1粒。1915年，我们为绍兴黄酒夺得了第1枚国际金奖。时隔100年，会稽山牵手米兰世博，再创辉煌。会稽山始于1743年，纯正的绍兴黄酒。两河北大富西康春节孝敬丈母娘，岳母妈妈一样亲，可别忘了咱亲家。公公婆婆、叔伯舅舅、大姑小姨，每人2盒，健康长寿，孝心传承。好，富西康，父母长辈共分享。哎呀，牙龈要出血了啊！别担心，佳杰市全球口腔研究院过百位口腔护理专家，上千人次临床和消费者试验，研制出佳杰士健康专家全优7效组合，配合使用3天起效。哇，牙龈出血少了，96%试用者见证，专家护理，专业护龈，佳杰士健康专家。健康笑开怀，喝红毛药酒，过健康好年。
鸿茅药酒迎新春感恩筹编活动开始了，接厂家正式通知，鸿茅药酒即将恢复全国统一价298元每瓶，2月1日起执行筹编价1188元每箱，立减600元，返购买2箱再加送价值560元高档羽丝绒被一条。本次活动延续至3月5日，抢购热线4608916116。保真年份，足年库藏，国粹黄酒，古越龙山。羊年到，喜羊羊，跟着爸妈拜年啦！拜年送上富硒康，拜年送上雪元康，红包多收好几张。拜年啦！富硒康、雪元康，祝爷爷奶奶们新年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要为大家献上的是一位这个上海越剧院的著名的越剧男生啊，他的名字呢叫徐标新。徐标新呢是国家一级演员。那么他今天要为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呢？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陆派的经典《珍珠塔》中的钱建姑选段。掌声有请。我知道我所终于我所情，谁料又是马路上早知生病不是来留情，永志秀英不如松。忙想起那日旧情。出门家中是只有一段后生黄茶面，上困关上比一天只去二家半，4天只买起一身，放轻巧子送一送，我母亲48天苦为民，堂上我舒舒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我是老娘亲？要得为生，去难伸。跟我逛老母林边望。出门不必在家里，夜莺起码太省心。姑娘啥有
小日子等30岁来相娘，只有你姑娘不从情，姑娘今日丢亲节考本，明年大比要龙啊门，常在平生应用子，不忘姑娘栽培恩。哎，我说李敏啊，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安排的精彩不精彩？当然精彩。哎，不过根生大哥，我有一个疑惑。哦，什么疑惑呀？说。演出到了现在了啊，南京、上海，我们福建芳华的，都登台亮相了吧？那么怎么好像独缺少了东道主呢？着急了吧？其实啊，东道主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首届我们粤女争锋的金奖获得者张玲，马上就要登台了。他为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张玲今天要为大家表演的也是大伙儿非常熟悉的《玉簪记》选段《情挑》。来，掌声有请张玲。晚风轻，月华明，青色断，烟雨凝。冰楼里共私奔，曾写经历难记心，难记心。彩儿总有情，闭目言情意，送多不消意，夫死难舍情，心难舍，心难聚，问儿从上不语。眼上心思，谁能识？必真该是他之意。
非常感谢张琳充满韵味儿的演唱。应该这样说啊，如果把这个越剧呢比作是一个姹紫嫣红的这种花园之外呢，那么我们温婉的这个花旦和潇洒的小生呢，犹如娇艳的鲜花和璀璨的绿叶。那么越剧舞台上的老生呢，就好比是一棵苍劲的青松。的确，舞台上老生、小生还有小丑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当年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商方辰四大老生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经典形象。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是来自咱们温州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郑曼丽。郑曼丽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白图记选段《望东方》。掌声有请郑曼丽。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张派老生的艺术魅力。
绿萝在何方？多年来呢，越剧它以那个优美的旋律呢，从小山村唱到了大上海，又从大上海唱到了全国，今天呢，更唱响了全世界。说的一点都不错，无论你走到哪儿啊，都不会忘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和家乡的情。好，说到家乡，那么今天来自嵊州越剧团的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黄美菊为大家带来一段《绣楼记》选段。掌声有请黄美菊。前夫后用，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见亲娘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位也是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来自我们上海静安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戚派戚雅仙老师的得意门生金靖，掌声有请金靖。哇，你的粉丝不少哎！我想问一下，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唱段呢？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最近刚刚拍完的《白蛇传》电影。《白蛇传》中的“桥亭三月春光好”。桥亭三月春光好，来，我们掌声有请金靖演唱。记得下山的时候，与徐郎初次相见，好像也在桥亭。桥亭一曲，生死心扉，触景生情，怎能不信？想当初，桥亭三月春光好，一记徐郎尽思念，但愿
年过60，身患重病，却只身在外流浪街头，是肆意的驱赶，还是他的负气出走？他把我现在把我甩开，我又没有钱。当承诺遭遇困境，黄昏爱恋又该何去何从？我怎么治疗呢？我卖房子好不好？我用了几千块钱把谁到手就不让出来，要给别人。揭开真相后，两个家庭能否抛开过往，成全两位老人的幸福余生？预知详情，敬请关注今晚7点30分播出的《心动7点之故事会》。时时引领望天漠，何处青山是月中？这里就是平水，峰峦如聚，千山叠嶂，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迈过桃叶岭古道，古谣深深；闪过绿林竹海，竹叶飘飘。若夜兮，碧波涟漪；日柱岭，岭阶逶迤。平阳四宇，青山苍茫；云门四季，古道弯弯。作为省级中心镇和市级小城市，平水镇立足生态理念，发展高效农业和生态林业，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平水镇大力发展服务业，平水的休闲旅游和农庄产业已经成为绍兴南部的翘楚。而随着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开工投运，平水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经济活力十足。如今的平水中心城镇，一条条通衢马路贯城而过，一家家大型商场临街而开，一个个精品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一处处现代公共服务设施开张投运。迅速发展中的平水将以全新的状态、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举措，以打造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绍兴宜居乐业后花园为目标，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一往无前，在郁郁苍苍的会稽山腹地再造一个现代版的郊县大城。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湖。1.21年的自然缔造，雁荡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悬崖峭壁间生长出优质的铁皮石斛。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湖。酸奶，一井乳业。横风踏东山上，红色高粱做女了。正宗的山芋来酿造，女子女味好味呀道。还一口叫管好，要喝就喝。那横风踏个东山。买好酒，买饮料，买零食，买生鲜，新年快乐！买年货就上苏宁超市。为你而省，苏宁易购。这个你是人生第一次吧？今天主持吧？确实，我觉得你主持太到位了，比我们台里的几位主持人都要棒。没有，我很紧张。很紧张是吧？接下来我给你机会，放松放松，让他唱老本行粤剧，带着好不好？那我就先撤了啊！你们用掌声留住李敏。好，绍兴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为大家演唱一段王派的经典，就是《红楼梦》中的劝带，献给你们，谢谢。
句句娃儿爱你上，他归见我心事一张张，想陪我寄人篱下烧烤房，怪不知一路归根在那乡，老太太在在临西路，总不是可是冲沙江将士记的娘，舅父母是宾客相待家人哟，红旗旗是里面前来画面光，园中间满山下好，总是那古木书生歌欣赏，仔细欣赏。只有包姑姑从小就耳鬓厮磨真衣裳，几年来心贴心儿把人越过情深似海难测量，因此我愿为亲人事做尽，我为他在途情事也真忙，心中是千丈挂肚台，不开好姻缘与是情深与渺茫，啥时今生的奇缘，为什么一副心肝一副肠？啥时今生有奇缘？为什么这一首高山？这一朵香，不与人是我只有心宽身把一命长。
下来，咱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袁雪芬老师的得意门生方雅芬上场。雅芬妹妹好。那么接下来你要为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但是我今天唱的那段《西厢记》，可能很多人在很久以前听过，但是呢，我也不会遗忘大家最熟悉的那段情心，送给大家。太好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听。这样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方雅芬为大伙儿演唱。谢谢。哎，月儿啊月儿，你又出来责任我。望天空冰冷咋用？不相见，风骚彩虹。牛女心很短，太空那团乱云偏照顾穷。小姐，你看今夜月云，明日它遇风鸣。叹人间悠悠生疏，心为重。他的是有人关侬，恰因我云层为之光公，难道谁也怕长我百心痛？今日里东郭开一年，我知道无名要乱梦。好主人知恩报德心偏重，恰比茶神才受阴茎红肉中。母亲啊，既算是相个门楣得房龙，恰为我将恩祝愿把神气浓。谁梦夫人掌上托名字，只恨你呀，耽误良缘把儿
昨是风采铁马颜线红，莫不是那繁华宫殿一命中。我在里先生听，身在向东，家园来，西厢的人儿李斯同。他不足提及到千百丈神勇，他不要去伤我离空，他不曾高望把风雨弄，他恰是儿女地狱在小场中。他是一穷爱比穷，独自为搅乱之风谁自用？他求一种一同，分明是把老天过激动。断瓦一穷，断肠也只因千古痴心动情在过眼中。14世纪容易得胃病的，胃酸反胃、隐隐作痛、不舒服是经常性的。金奥康这个药啊，一天一粒，管24小时，药效长。金奥康只需1粒，24小时帮你长效治胃病，一天只要1粒。1915年，我们为绍兴黄酒夺得了第1枚国际金奖。时隔100年，会稽山坚守米兰世博，再创辉煌。会稽山始于1743年，纯正的绍兴黄酒。血糖、血脂、血压高，节日礼品怎么挑？多数产品都含糖，理性购买有主张。血元康，血元康降血压、调节血脂和血糖，3高亲友您别慌，节日我送血元康。保真年份，足年库藏，国粹黄酒，古越龙山。羊年到，喜羊羊，跟着爸妈拜年啦！拜年送上富硒康，拜年送上血元康，红包多收好几张。拜年啦！富硒康、血元康，祝爷爷奶奶们新年好！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肯定要为大家演唱啊。所以呢，我想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最近刚获得中宣部5个亿工程奖的《我的娘与我的娘》当中的选段，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梦啊，要圆大伙儿的梦。其实王冰梅大家都知道啊，非常有名啊，获得了什么梅花奖
啊，又是国家一级演员，其他所有的奖他的一个人都包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他的这个梦，来，掌声有请。这是一个梦，一个梦，一个梦。梦中满天星，满天星。黄河是橙花的眼睛，也看着我从不曾消这是一个梦，一个梦，梦中多温馨，多温馨。我化作白天使，飞到天上去，这微小星星。迎着微笑星星。我吉他去趟过他的嘴。
把他们当知己。一声娘一声真诚，听在耳畔暖在心。一声娘一是心声，不管不背这份恩情。一声娘一是剧中，我为难自己要听声。一声娘一是从头，我义不反顾管感情，也不是一生不平生这一份情谊，你看情谊。我想离开这片土，天上的橙花红淋淋。我想离开这索道，他想起橙花妹妹高烧昏迷，昏迷我们不见医生，一宿生命就此断送，一不自信草草掩埋，不知可翻腾的心黑，翻腾的心黑，真爱你。下来，当天一生只为平不会大声宽的情意，留下来猜一次结真。一腔深心。根生大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呢是流传千年了，大家都家喻户晓。也是我们那个民间故事的4大民间故事之一，也是我们粤剧的经典故事之一了。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呢是1953年问世的。问世以后呢，这个《梁山伯祝英台》呢就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彩色的故事片，而且呢这部故事片呢这个拍成以后呢，被东方人称之为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今天呢，同唱一台戏，经典荟萃、名家云集的舞台上，当然不能少了这部重量级的作品。好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演唱的也是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来自我们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是谁呢？掌声有请。
把平和做家父，贫富难以成婚配。喂，张瑞红，快尖叫，快尖叫！哎呀，张瑞红，你的范派唱的太到位了，就唱这么一点点，真的不过瘾啊！你自己选择吧，还是继续唱越剧呢，还是唱其他剧种都可以。因为你太突然了，我只能清真的唱。没有伴奏了。本来我可以跟你合唱的，那行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走了。来，掌声有请张瑞红。好吧，那我就清唱《楼台会》选段。是啊，那一日见到堂上送你归，你在家与小姐妹，长亭上面走的美，与兄弟得的登门就请来。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就是我们浙江越剧团的男女合演的一位男演员，我的搭档，老搭档华卫强，掌声有请。有请。哎，这个华帅哥，首先祝绍兴的朋友新年快乐。说完了是吧？对，说完了。说的非常好，但是我知道华卫强呢是唱的更好。接下来你要为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呢？新年里呢，每个人都有一个梦，你有一个梦，他有一个梦。下面我唱《红色拉门》选段，我有一个梦。好，掌声有请。一个美好的梦想，有一天阳光公平的洒在每张脸上。人世间再也没有欺凌和压迫蓝天下，自由之人纵情飞翔。我有一个梦想，一个美好的梦想，有一天温饱这样故事重在
的奢望。古花神读得到，突然的遭了苦孩子也能够走进学堂。处处都是花的海洋，隔壁滩变成了美丽的罗州，田野中浪滚滚，桃花飘香。一个梦想，一个美好的梦想。有一天，祖国巨人把一粒翠东方。江河中最美确若的万国声响彻南，美如山高。这就是我的追求和向往，为了这我已把生死永若抛一旁。只要这美好的梦想能实现，总算是粉身碎骨与火。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王文娟老师的爱徒，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单养平。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紫玉钗》中的选段。掌声有请单养平。有请单养平。千里伴君。
日伴君意长眠，夜来为君心无苦。郎君啊，你乖乖是莫理睬，一路共君并肩送。郎君啊，精彩有时，今宵休忘了风雨过，夜归夜归时时引领望天漠，何处青山是月中？这里就是平水，峰峦如聚，千山叠嶂，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迈过桃叶岭古道，古谣深深；赏过绿林竹海，竹叶飘飘。若夜兮，碧波涟漪；日柱岭，岭阶逶迤。平阳四宇，青山苍茫；云门四季，古道弯弯。作为省级中心镇和市级小城市，平水镇立足生态理念，发展高效农业和生态林业，利用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平水镇大力发展服务业，平水的休闲旅游和农庄产业已经成为绍兴南部的翘楚。而随着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开工投运，平水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经济活力十足。如今的平水中心城镇，一条条通衢马路贯城而过，一家家大型商场临街而开，一个个精品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一处处现代公共服务设施开张投运。迅速发展中的平水将以全新的状态、全新的理念、全新的举措，以打造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绍兴宜居乐业后花园为目标，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一往无前，在郁郁苍苍的会稽山腹地再造一个现代版的郊县大城。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斛。1.21年的自然缔造，雁荡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悬崖峭壁间生长出优质的铁皮石斛。天赐雁荡山，珍品好石斛。酸奶，一井乳业。横风踏东山上，红色高粱做女了，正宗的山芋来
美美美，买买买买，美美美，买买买买，买好酒买饮料买零食买生鲜，新年快乐，美美美，买年货就上苏宁超市。为你而省，苏宁易购。盘夫索夫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在越剧里，它是一出这个骨子里的老戏。很多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说是，经久不衰，越看越要看。你说是吗？这出戏？这一点也不错啊。这出戏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早在越剧南班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就已经演出了。而且呢，我们众多的老艺术家们，包括袁雪芬老师、傅全香老师，包括我的老师王文娟老师等等，都塑造过这个角色。是的，据我所知，在这个众多的蓝针当中啊，这个扮演这个蓝针最多的，那就是京派的严蓝针。是的，金老师塑造的这位相府千金，既有骄纵任性的一面，也不乏正直多情，确实是深入观众的心灵。好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谢群英，要为大家演唱的是《盘夫索夫》。来，掌声有请谢群英。
美丽的爱情故事是越剧舞台上永恒的话题。然而，越剧人的命运和情感却永远和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的，说的一点都不错。据我所知，那个年头好像是你的恩师啊，这个王文娟老师和徐一兰老师呢，赴朝鲜前线呢，为我们的志愿军呢专门去演出。是的，他们带去的越剧不仅抚慰了战士们对祖国的思念，而且呢，还根据当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创排了经典的剧目，带回了祖国。是的，那出戏的名字呢，就是鼎鼎大名的《春香传》。好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表演的是来自我们浙江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舒景霞和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来自我们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张小军，他们要为大家表演的是《春香传》选段《爱歌》，掌声有请。掌声有请。
这么欢快的日子，应该来一个什么比较欢乐的节目？你觉得怎么样？根生大哥，你想的可真周到啊！那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节目比较欢快的节目啊？我觉得好像我曾经演过的《酒精姑娘》，大家是不是认为比较欢快啊？哦，就是那个骨子里的老戏《酒精姑娘》，对不对？但是今天演酒精的不是我，那么会是谁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唱段呢？好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就是这个由我们绍兴小百合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吕派传人吴素英。我那是几年来个新小，养了个这宝毛毛，不拿阿爹来个一道肚来战死三师傅啊，毛毛们总要陪侬个，跟侬讲那个东西，也要弄清爽。来，我讲过那啥东西啦？那一日那个女婿来做客，弄啥东西不一吃，我里客气一只黄毛啊，有不有的？有个，哦哟，一斤多眼眼重呀，侬看好了，也看不完个了。跟我一只对，对了了，还不侬啊？跟我一光称呢？哦，一根断钢称啊，一针都不针个，鲜花都看不出来个啦。那，当懂了，50斤没一巧，一不斤嘛2有巧，管他嘞。跟我一把我枪呢？哦，一把破我枪啊，是好用的啦。那一年来了一个完蛋的，嘟噜噜，结果嘞，我完蛋肚嘞切掉嘞。咁么我一光饼呢？饼么烧火烧掉嘞，烧火烧掉了。哎，烧掉嘞！呀，三师傅啊，这样东西都是不要紧哦，这光饼我是一定要还的。哦哟，这还侬之心哦，好嘞。跟侬还我啥个事呢？3事。不是3事，但是不是但是，找亲事，不是找亲事。那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难道未必受不掉？谁道真谁道，一说不出是受不掉。上官先生，受不掉，侬哪里来个？我个主回去早，条条担子向东跑，从10寸走到月上梢，同月亮步步吉祥好，送来一根受不掉，东上西上是上不牢，上大虎枪槟榔。刚好一步枪手成帮，我枪头来一记宽，一握青丝变我弯，我枪头来么一记松，一葫芦为边肉，我枪头来一记一碗青丝变玩具，我抢到来一记枪是本来年四样，呼哈枪，垃圾嘛喇叭响，着急找路上，望着你吹不顺张，天露露水吹凉凉，萝卜你那行吹光啊，大一碗没千张，我抢路来炒一炒。一上的是7分了，7分啦了，
落青雕铜钿我分马条，陪侬一扎金丝帽，铜钿字起3000条，侬陪我个手部你穿掉，落青雕铜钿分好上，3000条铜钿拖来找，万事谦虚到怕掉，侬3000条铜钿不来找，我带侬到中家市场去跑一跑，心里我说叫来一路到青菜鼓掌，他鼓掌不高，我要侬来众人面前来快到，我才告发侬个女头脑，戴什么硬色的金丝帽，关上门来出当靠，说得大家新姑毛，关走弄只奇瓜雕，弄只好夜里严格8万套，夜里自实在破庙，东南西北四次跳个侬照头路，弄个40的命啊了。不得了，我今朝房子多好了，一个口袋比我好嘛，搿上项目的发包啊！好，哎呀，家上姑娘就勤劳，我这不是金丝帽，侬啊不是梳头挑么大大头来呼啊呼的啊！侬这不是金丝帽，我更是真正的手部你穿条，侬眼睛不要脸嘎嘎，侬还我一只黄毛啊！天生不要脸短短，侬还我一只困腿腿；上脚不要脸蹬蹬，侬还我一光团钢撑；头皮不要脸早早，侬还我手部你穿啊！姑娘啊，我同侬是千灵儿所遥遥，我不该上一个圈套捉刚啊靠！姑娘啊，侬好比马早举高，是不是让我这一招？姑娘今朝把侬烧，下趟要不要捉刚扛？这次教训不算小，我何止再不管捉刚啊扛？我还侬真白玉破刀，下趟再他的脚分啦娘！哎，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哟！这衙役我拘禁牢，不破侬个鸡瓜雕，鸡瓜雕啊，不破侬个鸡瓜雕。12世纪容易得胃病的，胃酸反胃、隐隐作痛、不舒服是经常性的。金奥康这个药啊，1天1粒，管24小时，药效长。金奥康只需1粒，24小时帮你长效治胃病，1天只要1粒。1915年，我们为绍兴黄酒夺得了第1枚国际金奖。时隔100年，会稽山坚守米兰世博，再创辉煌。会稽山始于1743年，纯正的绍兴黄酒。两河北大富西康春节孝敬丈母娘，岳母妈妈一样亲，可别忘了咱亲家。公公婆婆、叔伯舅舅、大姑小姨，每人2盒，健康长寿，孝心传承。好，富西康，父母长辈共分享。保真年份，
足年库藏，国粹黄酒，古越龙山。羊年到，喜羊羊，跟着爸妈拜年啦！拜年送上富硒康，拜年送上雪元康，红包多收好几张。拜年啦！富硒康、雪元康，祝爷爷奶奶们新年好！去观花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粤剧名家演唱会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然而，今晚同唱一台戏，优美的旋律，动听的吟唱，相信永远会萦绕在您的心中。同样，舞台上温暖的情谊、美丽的故事，也将在新的一年里装点着您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步入2015年的精彩人生，祝我们全国的观众和我们的同唱一台戏越办越好。同时，祝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中年朋友事业发达，家庭顺遂。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祝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新年